時興隆花生魷魚絲品質口味超卓，係人都知啦。花生酥、芝麻酥、沙琪瑪、紫菜、餃餃餅，好味好食，更加係街知巷聞啦。時興隆嘅賀年禮品一向以優質實惠、大方得體，得到大家嘅鼎力支持。而家更隆重推出多款禮品，好 share 朱古力系列，香甜美美，大人細路都咁中意。四方形花籃同紅盒愛意朱古力，包裝見心思，送俾至愛至合心意。丹麥夾心曲奇、花生果醬餡料至高級，獨立包裝，唔試下又點得呢？一年四季都爭住要嘅四季酥，四款特色酥餅，親友見到都話正。禮罐裝餅乾系列有多種款式雜錦餅同寶寶蛋卷，精益求精，質量上乘。時興隆冰糖燕窩用正料，包裝與別不同，所以話有時興隆 logo，品質一定好。